我这破烂吼，世界万人台拢伫咱台湾新安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仁，今日来到竹东，但是呢，这竹东火车头有一个真特殊的学校，这个学校呢，算作音乐实验学校，不过还佫有做其他的代志。但是这个故事呢，真长真长，是对一对翁仔某王老师甲陈老师开始，在奥万大这个原住民的部落内面，一直探到来竹东，这个故事真趣味，佮真动人。咱今日好好来听这个音乐故事。才拄仔讲甲较济吼，咱想要找咱今日男主角。这男主角吼，真趣味，十几档，差不多10档进前我就给熟悉吼。来，王老师来。今日吼，其实吼，因足无用呀。今日是什么日子？你甲咱讲。今啥日子哦？嘿，就目睭天开日子。无啦，大家拢共款。咱今日算做也是淡薄仔，敢若一个成果发表会的概念。啊，学校嘛要宣布成立有这个艺术嘛，吼。嘛毋是啦，吼，趁钱啦。无啦，老师在本身趁钱。伊这吼看了知影了钱啊，赔钱货啦。趁钱啦，音乐会。对啦。所以呢，今日特别个用小朋友吼来遮，平常时因的琴拢应家己修理。嘿啊，拢家己修理。啊，你母家会晓家己修理？啊，就罔用嘛。乌白来。我乌白来。讲乌白来。乌白来，头拄会甲我讲吼，较早较大为止吼，真侪人知影伊会修理琴，爱用琴来遮，伊才修理你的，送出去的500几支。500几支啊，变流通中心啊。嘿啦，服务啦。哦，变成抢货中心啊，唱货中心啊。服务啦。服务咧。嘿啦。你唔拿这，哎，小朋友这琴，你甲咱看讲，平常时恁安怎来做调整啊？这平常时这是日常拢安尼咧做调整吗？还是伊这你头讲500几支拢因这两个，还是甲你？搁我，啊搁有其他囡仔，因即摆去练习。啥物？所以因若是扭摆互恁，爱修理。嘿啊，本来就是食饭爱洗碗嘛。食饭爱洗碗，哎对啦，啊扭琴都爱修理啦，嘿啦，有这个概念吼。嘿啊，所以沙布，所以你会修理琴了吗？不会哈。啊，你拉琴拉多久？大概多久的事？啊，这数学啊，惨，开始算啊，几岁开始？几岁开始？3岁。啊，即摆几岁？现在几岁？安尼。哦，你拉8年了。哦，沙布。很厉害呢，哦，我叫你师傅哦，可以的哦。对，他说叫你师傅。哦，师傅呢？哦，这里你拉最久吗？有没有？国小生。对，国小生。对。哦，他也是亲爱来的哈。是，对。亲爱来的哈。哦，啊，这两个是你去对捡来。这嘛是为安尼开始练到大汉啊。啊，嘛是亲爱的吗？嘿啊，这粒较大颗，啊，粒较瘦。哦，所以你也是亲爱的。对，我是小学到现在。小学到现在啊，哦，是。啊，你是挑伫学伊去学的，这不简单，这不是内行，这要来舞，这我这看起来。因为吼，要去用修理开真侪钱，家己用较省，啊，所以就是。希望因拢会晓，就甲折磨啊，等互伊去修理安尼，啊慢慢就会晓啦。哎，所以伊这医药嘛有当专家呢？嘛是会使啦。嘿，但是伊唔通搁专家落，已经食足济啊。哎呀，老师有看对不对？老师曾经超100几公斤呢。啊，是，对不对？我嘛拢咧专家。也没有关系啦。
对不对？你现在高几？他说我们说你可以靠这个吃饭，然后我就说你已经吃很多了。我说老师其实也曾经吃的很多啊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关系？你现在高几？我毕业了，大学毕业。大学毕业了。哦，嗯，哦，剩大学长。嘿啦，所以他应该算是头一届的学生哦。无啦，第四届。第4届。嗯，第4届哦。对。啊，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，你在这边看到小朋友越来越多，然后你的心得，你有没有帮他们些什么事情？除了修琴以外，帮他们，维持秩序，不要吵闹。哦，无伊唔是哦，伊做别行的。就把你讲看你做什么？你做什么事情在这边？我在这边做什么事？对对对。我是算这边的总务，然后就是比方说配一些水电的，然后刷漆的，木工，反正就是总务要做的，就是很多事都是我们能自己用就自己用。水电、土水、装潢。啊，你看谁啊呢？嘿啦，这拢因家己用的啊。嘿啊。电费拢家己牵的，电拢家己牵的。所以给咱一般印象当中，讲啊，这个做祖先啦，就是意义甲内容都无共款。无共啦，互因内面去成长啊，会当家己自谋生路，啊，一技之长。啊，像这位咧。这位即摆搁咧读册，大学。大学生。大学生。大学生嘛是对亲爱带出来。嘿啊。哇，啊，这故事真长呢。我知影王老师的故事超有10几档进去。真的，歹势。对迄个减肥的新闻开始。真的哦。是。才会知影，因为当时间有其他的这个原住民部落内面也有咧做这个音乐，但是这上特殊的就是这个。谢谢。敢若做木工做这个全面。拢做。会使讲全面性的啦吼。嘿啦，会使做拢做。做。欠钱嘛。所以这若是这弓啦，我头下看还佫有这个中提琴。嘿。所以有弦仔的拢会使对。拢会使啦。但是你嘛有钢琴呢？头下我咧舞的迄就是钢琴啊。嘛是会使。钢琴你也会使。加减调音，因拢会晓啦，晓调啦。只是讲伤侪项舞袂去。钢琴是较袂歹啦。这囡仔行就跋倒啊，就一支变2支啊。小布，你有拉了8年哦，你有没有很喜欢拉小提琴，还是喜欢弹钢琴？弹钢琴。你喜欢弹钢琴啊？你有没有自己练习一下？有没有玩过？有。你要不要弹一下？表现一首一下。我们来试试看，要不要？一个片段就好。要不要来试试看？我们来试试看，要不要？老师在弄这个，你去那里。小布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不要紧张啊。来，给你试试看。这个他应该会了。这拜耳的啊，我还长期的跟他拜耳啊，你啊。马上给他提起啊咧，好玩哈。这摆小学几年？5年。5年哦。你有想要再继续学音乐吗？可以吗？有机会的要哈。搬来这里，本来住在中心新村。对。搬来这里有没有很习惯？还可以。还可以哈，反正有老师帮忙嘛哈。对。你有没有常常回去？回山上。有啊。有哈，多久回去一次？每个礼拜。每礼拜啊？伫山顶读册啊。暑假。国校也伫山顶。所以伊用通勤嘛？无啦，就是礼拜去山顶，拜5再过来。对啊。嘿啦。
所以1到5伫山顶读册。读册啊，但嘛是甲我大啦。我山顶嘛是有一个宿舍。啊，嘛是一个宿舍。甲我大差不多19个。19个啊9个啦。9个哦。哦，那拖无啊，拖安尼拖真久呢。哦，几啊年啊！我伫山顶20年啊。20年啊。啊，带音乐头今年17年。17年。但是恁太太呢？恁太太美术老师。对。嘛是踮遐教啊。嘿，啊，但是伊即马来遮顾囡仔。啊，专心踮遐顾囡仔。啊，无度一定爱有一个人伫遮尔。这担遮大担咯。嘿啦，嘛是爱有一副伫遮定调的。这样无简单，这我看啊吼，你这也有大学生，有高中的、高校，高中的，啊，有红婴啊，红婴啊，嘿，嘛是有啦，拢会送来，红婴啊送来啊，啊就嘿啊，1个月、2个月拢有啦。啊，如果做主线，啊，做教育机构，啊，音乐学校，啊，这个专情教育啊，啊，就规日会使就忙到3工啦。啊，袂要紧，这集哦，这集咱小等再来讲。哦，我看到这囡仔吼，安尼吼，因为我家己有上类似的这个经验在部落内面大过吼，是啊，一看，真亲切。是。哦，啊，甲我会晓讲迄个话语吼，但是气质无共吼。气质无共，差真济。哦，哎呀，差真济。对啊。哦。哎呦，这很厉害，要不要给你拍手一下？厉害哦，你的功已经都拿得不错了呢，侧弦什么都很厉害呢。哦，你是几岁？三岁开始学啊？还是小班？幼稚园的时候开始学，大班开始学哦。哇，那很厉害呢！哇，你这个曲子我不敢表演给你看，我会输你，我不敢。太厉害了，我请老师来好不好？请老师来，老师来先，你坐一下，你可不可以坐一下？坐一下，老师来。真紧张你有看？哦，就紧张的呢。嘿啊，嘿，但是他平常他已经算是。以这个年纪，他学的很厉害了，现在很厉害了。他的侧功什么都有掌握到啊，节奏都很好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正经拉琴。啊，看到我是摆浪是不是？看到我是摆浪是不是？平常时不是安尼，平常时是安尼哇，我臭屁的。真的哦。今日安尼。伊嘛是礼拜6、礼拜天来。嘿啊。哦，1到5在山上。对。爸爸妈妈有弟吗？这个阿嬷咧带。阿嬷咧带，阿嬷囝。对。爸爸妈妈电脑真趣味伫新竹。哦，所以电脑有当看。嘿，我搬来这电脑有当。哦，真好，真好。像伊安尼，爸母阿个伫比例有真大无？其实，无一定，都无相共，差真济，差真济，哦，差真济，够数真济，哦，但拢认真啊，认真。你有很认真学哈？有没有？不好意思讲，有一点点认真啊，一点点认真，一步，有啊，一步，
哦，有一点点啊。哎，有没有像大哥哥一样，以后要学修行？不要，跳，好服务就好啊。是不是？会拉琴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你要加油。我明年来看，你要拉更厉害的，可以吗？打勾勾。哦，OK， 好，谢谢你哦。谢谢。谢谢。老师，这位是首席哈，对。啊，以前这是他去竞赛啊，去竞赛。首席你即马是大学生还是？大学生。大学几年级？大二哈。嗯您这按照练习，你们平常在为了这一次有多少练习时间？练习时，因为我们练习时间几乎都是假日，因为平日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，然后假日的话就是回到这边才有时间大家聚在一起团练。啊哈，那这一次有几首？这一套曲子里面加总共11首。11首，对，全部都记起来了。对，我看你们都没有人在拿谱哎。我们都是背谱演奏。哦，你也是。对。那也没有一个指挥呢？哦，大家都靠默契咯。对，我们就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指挥，就是都是各部指挥是他。无啦。你这个表情好像他行吗？这个敢袂晓啊？他不行啊？还是？对我说这个我应该不行。但是刚刚老师哈，我跟他讲，就剩下的孩子的意思啊。哦，对，老师你给他讲看嘛，就剩下的孩子什么意思？他们应该都知道，我们是一个就是希望创造各种可能，剩下就是春的嘛，春的嘛，嘿啊，有春啊，有春嘿啊，那大家拢有春上好啊，有春上好，嘿，哦，对啊，我们介绍，让每一个人都讲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沈尚阳。沈尚阳哈，也是亲爱的，亲爱的，我们都是亲爱的，全部对，全部都亲爱的，就讲完都亲爱的。哦，亲爱人才很多呢。哦，对，满满的13支呢，不小心都会踢到音乐家。哎呀，来，我们来，我们上来，你告诉我们叫什么名字就好了。我叫曾伟华。曾伟华哈，你学琴多久？14年有。哦，也是从小这样子。是有这么久。小3，从国小3年级。哦，对，国小3年级啊，你现在大学4年级。4年级哈，跟音乐相关吗？对。哦，是音乐相关啊。音乐系。音乐系啊。台南艺术大学。哦，台南艺术大学。是因为来这里跟老师，然后开始有兴趣，然后就去考艺术大学。就是一路上就跟着大家一起这样。对，对音乐有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大家也有人在念艺术大学？哦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，对啊，这个也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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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都是哦。没有，有个嘉义大学。哦，你们都占领台南艺术大学了呢？没有，刚好就是我们有这个荣幸可以去那里。直接给它卡起来呢？没啦，我是去甲树底下来。哦，太厉害了。然后你刚刚跟我说，这个我们的提琴手，大提琴手，是今天的这个炊事组的。我平常时就是咱的迄个
算讲是主厨总破塞，中破山哦，伊发路的啦，伊发路，出一支嘴，这几个嘴，我们问一下女生小姐啊，我们问一下女生，好，来，你平常就要做炊事，不是我啊，我就是管理嘛，就是对，管理哦，嗯，所以我他看哈，你刚刚从口袋里拿出一大串的钥匙，那个钥匙是什么？那个是那个，就是每天早上要帮忙开门。每天早上开门就是你，对，就是我们会巡啊，就是会轮流。所以他在干什么？通通交给你们。对，我负责睡觉。所以老师平常教你们的时候，就是通通交付给你们，信任过你们，都给你们自己管理。到时候还是在背后这样，哦，他们还是像直升飞机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会吗？就是要诚实，没关系，要诚实，在镜头前面要诚实。老师就是会那个啊，教我们，会教你们，对，但是基本上就是你们会自己自制对 ，OK 啦哈，可以哈，你也是这样吗？是。那但是这个管理这个厨房这些事情以前没学过啊。你说就是就是老师也是会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是自己摸索，然后做错就是再改进这样。哦，那你也是音乐相关的科系吗 ？Yes， 对。也是台南，对，也是台南音乐系。那你主修大提琴？主修大提琴啊，难怪我看你那手路，因为手路就是已经讲是专业的手路啊。哦，你学提琴多久？也是你几岁开始？大提琴是3年级，国小3年级。国小3年级到现在，但是你选这个音乐这条路是跟着大家一起走，跟着就是反正大家一起去考，还是自己真的是开始产生的兴趣？这个到底哪一个是因，哪一个是果啊？我国小的话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学啊，如果要考的话就是真的那时候是蛮有兴趣的，就是那时候是蛮有兴趣的，对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就是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啊，就是也没有喜欢不喜欢。老师，你讲了重点，伊讲了重点啊，现在是生活当中的一步。你哪结婚的啊？一开始就兴趣啊，不然后来就生活嘛，你了解。他们是拢安尼？无一定啦，有当然生活嘛，变做一种艺术啦。啊，对，做真艺术。哇，做一种艺术啦。是。你看一下呢，虽然他们听不太懂，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台语。但是他基本上也得在那那讲下面了，应该听懂了，就跟结婚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一开始跟结婚一样，一开始是喜欢，后来就是生活，对不对？但是生活也可以生活得很美好，是吗？对哈，可以哈。所以今天你敢讲，你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一整天，接下来你们排练，我们不好意思打断你们排练的时间，那你们下午有一场演奏会，好，我刚刚看那个背后这些画都是师母画的，我特别为了这一次的表演画的。对，为了这套曲，为了这套曲子画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待会还有机会去看艺廊做什么事情啊，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。好，感谢，老板娘，我可不可以叫一个葱油饼？可以。哦，麻烦你。好，要加蛋吗？要加蛋。好，我专门加蛋。我专门加蛋呐。要加蛋，来，请。这蛋是恁去煮来还是？去买二手的啦。哦，这是恁买来哦。系啊，二手。所以平常是有咧营业无？系啊，有啊，蒙谈。礼拜六、礼拜天。礼拜六。所以你礼拜六、礼拜天就是老板娘。对。哇，所以你是专业的呢。你跟我讲这个葱油饼煎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？小火慢煎。这样比较口感比较好。小火慢煎，口感比较好。哎呦，专业的哦，有经验哦。啊，你是几年级开始在老师这边学小提琴、中提琴？中提琴是国一开始学，小提琴是从幼稚园大班吧。老师，你跟咱讲就是。你实验学校本队就是国中开始，国中甲高中，
国中甲高中嘛吼，啊，若是小学是今年9月份会当开始嘛吼，所以以后拢规个当刷来到吉他，那边按行来行去，走来走去吼。较行安尼走来走。哦，因这演的拢是对亲爱刷去到中兴新川，啊，搁刷来遮吼，会使讲即摆正式踮咧遮，是已经会当留伫遮啦吼。哦，所以竹东你来多久了？去年10月就来这边。去年我知道，去年这里其实还很多地方都没有修理好，都还弄。你们还有自己去帮忙做动作戏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你帮忙做什么？我是就是负责帮忙他们就是扫那个东西，扫地啊、整理啊什么的。一般如果是国1、国2的话，就会觉得好烦呢。你会不会觉得很烦？大家要一起那个把这个园区整理好，然后之后就会变得很方便。感觉不错哈。哦，你觉得他怎样？很好。很好。你对镜头讲，我把它遮住，你觉得他怎样？讲实话这样。讲实话。可是对我们很好。怎么样对你们很好？就是花很多钱在照顾我们。花很多钱来照顾你们。他欠很多钱。他欠很多钱呢，跟师母一样欠很多钱呢。晚上常常跟师母在吵架，说：“你看，这个我币啊！”没有开玩笑啦。哦，老师是真的是。用尽一切的方法来帮助大家，跟大家一起学习。其实老师也跟我们讲哦，他也从跟大家的相处学习到很多。哦，注意看我们节目，老师会讲很多，好不好？哦，上天有细人就该用好，家己洗起来拢了的啦，伫厝的嘛是啊。啊，你在遐学啦，逐单学，即摆就是摕你机伫遐学啦，学1点钟啊。没有，亲爱乐团哦，亲爱是这个意思啦。哦，你像大项你都要家己亲身，你才会爱啊。哦，对啊。所以你教囡仔的时阵，就是爱教伊熟悉家己，所以爱开真济时间。啊，我希望讲，伊看到别人成功，边的人成功，你欢喜，安尼就成功啦。好，他做了一个，讲哦，除了这个葱油饼之外，还有这个黄焖鸡。黄焖鸡，哦，这囡仔家己想的。嘿啊，伊讲要做这爱食。我先试一下味者，我标准是真严格哦。这粒这是啥？这个是麻油炸弹，麻油煎卵。哦，安尼哦。嘿。规粒。客落，有一个客水落去钱吗？无，功夫算袂歹啊。这两个少年是专业的，还是半路出差，还是由因自主管理？家己管理。高中啊，高中是，即摆台南艺术大学即摆有几个囡仔？20几个。我差讲的无唔对，要占领起来啊。是啦。后手讲，刷来佫有7、8个囡仔，佫会今年佫会调。希望啦。好看卖啦，对，哦，所以这黄焖鸡卖去到台南艺术大学，唔是无道理咯。为着生活嘛，为着生活，为着生活。去遐自力更生，去遐把这个团体的生活带去，会当自我管理。他拄仔你也讲这栋厝，这档啊，这4成工是你带因。囡仔家己拍，家己拍啊！但是嘛，大家排班，爱有自律，爱当管理。是啊，拢爱家己爱管理家己。他听哦，黄老师讲，因遮吼，讲，如果你若是路途遥远，来遮学习，吼，有住宿的空间吼，互你借住。咱来看卖，住宿的，敢若民宿，但毋是民宿哦，你都爱来学习。有参加课程，才通好来住宿去，咱来看一下，这啥物都做呢？可能也许有一天我看到恁开始做迄个普拉布啦，做建筑的呀，我袂意外哦。希望会使。来看卖。
你也处理啊真熟悉呢。嘿，啊，这就是什么概念？这就是你来遮学琴、嘿，上课程，对，安尼来上换无。上完包就转去，一般都大学。对，一般都来可能下班啊是假日啊来学啊就大一工安尼。哦，你创甲有专业水准哦。啊，有一寡老师会来带，伊来遮上课就会使带。哦，嘿啊，啊，想说互囡仔练习讲安尼整理啊，哦对，啊以后对家己的厝嘛有概念。啊嘛爱管理。嘿，啊因慢慢就会，算讲对未来就有一个想象嘛。哦，你这算是全方位的、全方位的呢。嘿，也有煮食的，嘿，啊煮食嘛爱经营，啊甲人去制食，嘿，啊水电土水，水电土水，嘿，哦啊搁这个饭店管理，饭店管理，啊搁行政，嘿，吼处理消费者的这个对，客诉，对对对，吼有的拄着拗客，哦，嘿啦，较少啦，较少啦，嘿，哦，啊这拄好好去二路边啊，嘿，袂歹，啊这风景嘛真特殊啊，嘿，吼，对这吼其实我是挑你吼特别插这段吼，要大家，这毋是咧广告讲才有民俗，这毋是民俗哦，吼，这是因为你要来上这个课程，吼，啊你若较晚，吼，啊无所在，咱们家你会当大食嘛，吼，这嘛是真好，啊对囡仔来讲，对恁的这个。恁的所有生活来讲嘛是种磨练。嘿啊，囡仔着练习交代啊，嘿啊，摒扫啊，摒扫，像即摆你摒扫，哦，这你摒扫，即摆你摒扫，嘿，哦，即摆你摒扫，囡仔你摒扫，我囡仔你摒扫，嘿，哦，你们在打扫是不是？你们忙你们的，哦。这样一间房间大概你们要处理多久时间1小时。哇，1小时哈，所以其实也是要花功夫的哦，哦，好，不打搅你们工作哦，谢谢。我们要烫被单，把它烫平，因为被单自己洗，跟外面被单自己洗，因为外面送洗都会弄平给你，自己洗才知道洗完是皱的，然后就要烫。没妙，所以你唔是包去外口，唔是拢自己用。安尼才有法度学着物件。拄到这老师傅讲硬到的啦。啊，唔知1点钟，啊不，一间创1点钟是要趁啥？主要伊就是知讲，啊，洗落那撩去，啊，为什么饭店的拢是平？因为送去用洗，人就甲你用好，家己洗起来拢撩的啦，伫厝的嘛是啊。啊，你伫遐屈啦，逐单屈，即摆就是摕机伫遐屈啦，屈1点钟啊。没有。哦，啊，大家知影吼，哦，对啊，亲爱乐团，亲爱乐团吼，亲爱是即个意思啦。哦，你逐项你都要家己亲身，你才会爱啦。哦，对啦，你讲了袂歹呢。咱一路吼，看到囡仔啊，真侪伊也参与着管理别人，也管理自己。对，吼，其实拢管家己啦，拢管家己，管家己才有法度管别人。你这是一开始你就安尼设定，还是讲无你安尼蒙出一个道理出来？无共款的阶段，想法都无共。哈，一开始就真简单，有饭通好食就好，莫做歹代志。有超病安尼就好。嘿啦，啊就是有通食，啊留落来啊，伫学校暗时啊拄好食，功课有做，安就好啊。开始刷就发现讲无体动，搁学校毕业就无去啊，啊就想，开始就感觉讲欠啥物件，咱心内欠啥，啊就开始讲哦，原来就是爱自我管理啊会好，哦啊谦虚，咱心肝头爱平静，甲即个观念甲囡仔讲，减真侪社会问题啦，主要是安尼开始变。我这毋是甲你吐槽啦，吼，就是我的问题就是安尼，我实际上。我甲不管是原住民还是非原住民吼，做社会工作的人，通常拢有这种经验吼，囡仔是来去哦，对，啊，擦袂煞，是啊，哦，啊，伊也许也可能行着正常的道路，安怎做安怎吼，嘛有种来去安尼，迄种对恁咧做即项工课的人，其实是种心理的冲击的，会感觉讲。
哦，做到够切身啊，足烦的啊！难道你拢无吗？其实我嘛定甲囡仔讲啊，讲你要做一项代志吼，毋是因为有即个，比如讲做了后真有成就，才来做，就是你愿意做就好啊。这个过程你享受这个过程就好，会成袂成无重要。所以我拢是安尼甲伊教。所以有真侪人甲我问讲，哦，王老师啊，你这个你拢无家己的时间？我讲袂啊。啊，我做家己爱做的代志就是我的时间。等于讲，即个咱的心想的方式若是对的，方向若对，就袂有即个感觉。初开始我所知的啦，吼，是，恁可能是无同意啦。我无同意，嘿啊，我你无同意。是。啊，后来你是安怎叫说服，还是讲你比我投入？哎。因为是安尼咯，就是我感觉这件代志是真好，但是我感觉我对家己可能无这个才调，所以我会惊啦。我这个人就是讲啦，既然要做，就是甲做到底，你袂使做一半就甲收起来。不管是对囡仔还是对这个社会，拢无好，所以就等于讲要做，我就是甲做到底。所以是这个原因。嘿啦，嘛冤家真严重。你认为你家己是一个一般来讲啊，这两个应该是种。充满爱呀，啥？看来咱一般所印象当中，刻板印象当中讲，哇，对咧，我有观察啊，虽然无讲介长的时间吼，你跟囡仔的相处是真自然，啊，真要哪讲？英语叫做 slightly 吼，啊，该安全就安全，袂讲特别甲创甲安尼，这个美感要哪里啊？平常心，逐个囡仔拢当做家己的囡仔。包括我看你，我嘛当做讲较歹势，当做讲我家己的囡仔啊大汉啦，啊即马坐伫遮，啊你做这个头路，啊你用这个方式去看这个人的时阵，真侪代志就拢会使化解。咱无法度化解是因为分别心，就是啊你是别人，啊这是我的人，啊即马你若想讲过去安尼，啊拢家己人，你无这个分别心，代志就真好处理。但是分别心是真侪人要开始奋斗。要取得胜利、争强斗胜，要安怎的起点。啊，你要完成一个目的、完成一个目标，你拢以什么心？除了无分别心以外，还佫一个什么心情？这嘛是我带囡仔的一个重点，就是讲牛人。比如讲若有人要甲你争取。咱牛人，啊，就得到一个朋友嘛，哦，不管是比赛啊，你要做家己，啊，若有冲突牛人，但是这爱真侪时间去练习。我拢甲囡仔讲啊，咱就是伫这个社会，当然咱竞争会进步，但是这社会需要真侪人来斗相共。所以我讲你就是大汉尽量做帮助人的代志，去斗相共。希望伊做到有一天的时阵，别人成功，你会欢喜，安尼就真好。但有当时也是，别人成功，你感觉。心内怪怪，恰呀，嘿，啊，我希望讲，伊看到别人成功，边个人成功，你欢喜，安尼就成功啊。所以，这是你自细汉就安尼想吗？应该是伫外口安尼招总吼，磨出来。我感觉讲无必要，成就别人较重要，嘿，成就别人。咱才有17、8档嘛，吼。是。如果若有会使讲成就啦，你感觉你的成就是啥物？还是讲咱莫讲这两字，讲你完成了啥物代志？你问阮囡仔拢知影吼，阮若表演进前，阮会大家斗阵啊，讲一下话，主要就是咱讲就是爱归零啦，甲咱想的物件拢放掉、放空，包括你的成就，逐项拢无，为伊来拍去，逐工拢爱安尼。所以你问我讲成就是啥，因为我逐工拢甲做伊来拍去，我就逐工拢第一工，所以无啥特别感觉，好甲歹拢共款。但是迄是你啊。是啦。囡仔班，他早我就听你咧问即句话，我就。心内就酸酸，妈妈是毋是等会来看我？嘿啦，拢有一个，逐个囡仔拢有家己一个愿望啊。哈。嘿啦，拢有愿望。哎呀，落空的时阵，
你拢安怎个安慰，还是讲安怎个化解？有当时也是安尼吼，即个物件发生的时阵吼，咱免赶紧要去甲处理，你甲克，你甲克，其实有当时啊，即把火吼，即把火你毋知伊为倒一个所在升起来，因为你有家己的想法，去甲塔做伙，塔做伙的时阵，你就会想唔对，因为伊想妈妈有各种可能。所以你就伫边仔看伊安怎去处理伊即个想法。所以伊若是即个物件，佫无法度处理，伊等一下连尾水就佫来啊。啊，你就甲问第二项，为虾米要想妈妈？伊就甲你讲，讲的时阵无一定是完全是迄个，因为咱人是安尼，要得到即个目的的时阵，我会摕一个。其他的理由，来去讲，所以你教囡仔的时阵，就是爱教伊熟悉家己，所以爱开真侪时间。对啊，我刚才听你咧讲，我就知处理一个，不处理这侪囡仔。是啊，尤其这真侪拢是学习顶头有将来的囡仔，是学校的迄个课业的成就拢较低。相对来讲嘛，拢较低，要爱好自信，爱自律，因为真侪这种人就无啥会自律，唔知影自律是啥物，爱自信，搁较免讲，尤其厝内的这个经济情形、社会地位，在那部落足复杂的啦，是足复杂的。你一人，恁阿某两个，你家己囡仔拢免顾。是啦，时间无啥够，但是有缘啦，就是看相拄会到的。他，王老师阿公，你这上细汉的是几岁？23天。咩命？23天哦。嘿，新的来。伊这个毋是救济院呢？你这个毋是救济院呢？你这是变做也无立案是社会局来拜托。对，其实咱来想讲，咱做人吼，我头前有讲过，就是讲，你甲即个逐个人拢当做家己囡仔，伊即摆需要帮忙的时阵，咱一定想讲，好啊，无要紧，咱就有即个才调，咱就忙做，带几啊年啊吼，囡仔为大汉啊、毕业啦，留伫遮斗3工，算讲嘛一个机会，互伊了解讲，哇。带一个囡仔是安尼，等于讲会使学到一个新的，我感觉讲观念，对这个生命重新的熟悉。我对8点外到今嘛，我的理解就是，其实你这唔是，敢若音乐学校，你这是专人教育，阿妈讲专人教育，应该是讲整体的社会养成，刷来。9月份开始，小学也有是安尼。嘿，是。这个慢慢啊，继续行。是。你家己的这个以后，你想讲要行到倒位？其实无想遐济。有需要啥，咱就做啥。比如讲，咱这小学，我小学是安怎成立的？因为我有一寡囡仔吼，要去读正常的学校，无法度。将来要找一个爸母带一个囡仔，真困难。规气，甲老师、甲学校解说，无一定会通。可能无法度顺利。规气甲去办学校，拢是安尼。像我国中嘛是安尼，就是讲我囡仔读册就缀人袂着。规气，咱办一个学校。互伊较侪时间、较侪机会，互伊改变。但是慢慢你也变做较有规模啊。是啦，但是嘛是无一定啦。我毋知我有偌大才调变，我才一定到。无咯，你就想讲你10几档进前，你就无想到遐济啊。一步一步行来到遮。嘿，我嘛无想安尼。我相信人上重要的是爱行动。嘿。有行动有结果，才来修正，才来
是，继续往前来行吼。需要就做，需要就做啊。观众朋友对咱这1点钟内面的时间内面会当上重要理解这项代志，我感觉上重要，互大家来知影讲祖先这2字吼，唔是关钱，你看看的吼，这是一个英语叫做 commitment， 而且你就爱，迄唔是讲甲你承诺，唔是这意思，你人爱跳入去，是，爱去实践。吼，爱去做，是，你才会有所改变啊。对。吼，有所改变，袂晓是改变家己啊。那对这个观点来看，你甲恁太太是，恁做安尼10几人，你感觉对恁2个来讲有啥物改变吗？有啥物改变哦？我感觉体会到一件代志。就是讲，咱敢若会使拍拼做，但是改变了，无法度改变啥物，尽量做就好。有足侪代志你无法度，我家己啦，但是嘛是爱继续。你这个讲法是悲观性的看法，还是讲较务实？唔是悲观性，是了解。了解讲，咱做人吼，唔是讲。你尽量做，就一定会成功。所以，咱就是莫想讲会成功袂成功，做就好。该失败就是失败啦，该成功就成功，该好就好，该歹就歹。就是这个过程当中，非得结果咱无法度去掌握，但是咱过程咱会使欢喜做，这点上重要。无你过程刚好，结果佫刚好，毋就真害。但是会当肯定中，你的付出的，还是你的行动，整个过程对你来讲，终归尾应该是快乐甲满足嘛。平常心嘛。平常心。平常心，上重要。袂使满足自信超过的时阵，目睭就会青眉看无。所以平常心，千万袂使伤过满足。听起来你有满足未？少年的时阵，较毋捌代志，感觉家己哇真厉害。结果我发现毋是，社会毋是安尼。当然啦，成功不必在我社会要推动改变，嘛毋是一人一力会当来。推动改变，我也真欢喜，看到10几年以来大家慢慢对着，那是原住民啦对弱势也好，对着社会你看袂到的也许唔是这，有是别项，有像启示作用，每一个人会当付出行动。上后尾我要问你，就是讲，恁阿某拢是美术老师，美术老师，对，恁。家己的人生，佫有其他想要完成的代志吗？还是讲无已经化为一体？少年的时阵有啦，未开始带这个囡仔的时阵有啦，想讲要做啥几项。但是开始带就是讲，这世人就是甲这项代志做好。看头甲收尾。就是这项代志做好就好，因为我家己知影时间有限。尽量伫这个时间，伫咱向稍长进前这时间会使做偌济就做偌济，安尼上简单就是安尼。所以第一，你教囡仔爱平静的心，平静的心。对。另外爱谦卑，谦卑。这2项。这会当互因明白因家己。乃至到你家己啦对。咱希望这个实验小学9月份开始是。而且伫竹东车头这附近，你老的行的。是。带个囡仔4岁来这会当来上课，有课程。若暗时你若无啥人去，还是讲有这会当来这大一暝你就知影讲这整个环境。无得甲对你的这个
人生的人物哦，有啥啊诶作用伫的。吼，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，今日真欢喜，王老师。谢谢。吼，希望吼明年再相会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